上真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5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对今仔日开始，咱台湾放令入境管制，入境的居家检疫改做3天加4天，后壁的4天自主防疫有必要嘛当出门。严格安尼先规定，有一寡防疫旅馆是烦恼讲真歹做事，嘛烦恼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严格嘛，因为回国的防疫措施已经放令啊，旅行社即马就发现讲，买回程机票准备出国的人有变多。交通部甲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拢讲，嘛已经伫规划旅游指引，确认了后就会对外公布。为7+7变做3+4，6月15开始入境居家检疫制度，采取一人一间，也是住防疫旅馆，同一个检疫地点完成3天袂使出外的居家检疫，抑甲4天自主防疫。其中第4天至第7天需要有2天内阴性快筛才会当出外。不过防疫旅馆业者对新规定感觉有疑问，想讲检疫的人客阴性快筛真实性甲准确性，路线规划抑甲门禁管理。是他出示的阴性卡是真的假的，我们也不知道。对啊，那你这样子出去了，他不回来，这个责任要归谁？这如果说后面4天要可以外出，与其这样子，不如就让他回家，因为你在旅馆增加旅馆的风险，增加工作人员的风险。确实，防疫旅馆工作人员感染风险本来就较悬，3+4真济可能互旅馆员工确诊的机会佫清悬，对原本度无够的人力调配，会当讲无米减轮过。现在旅馆业的人力是非常难请的，对啊，在这个时候又是那么临时，我们根本没办法，确实是啊。有民众认为回国了后3+4也是爱隔离，所以无想要出国。那这样还是可能要8天的旅馆，所以是非常的麻烦的一件事情。4+3我觉得有诱因，但还不会让我想要出国。对。不过，旅馆业者发现，政策宣布了后，订机票出国的民众数量开始有增加。在 FIT 个人机票的需求上，确实是有明显的增长。暑假因为也是有3+4的一个政策出来，那么个人旅游以及小家庭的自由行明显的增长了。业者也建议入境前48点钟的 PCR， 在符合防疫需求的前提下，是不是会当改做快筛，提高旅客便利性？另外，交通部规划国民旅游团取消疫苗3期令，指挥中心表示，已经有收到公文，原则偏向同意。不过，原来强化防疫的配套细节，听候确认了后会赶紧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本土病例，昨昏咱国内是新增加66119个本土病例，中档政府285例，死亡个案123例。伫死亡个案内底有6个是40多岁人。另外，外界即马是较烦恼讲新的Omicron变种病毒 BA.4 甲 BA.5会探入社区。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烦恼嘛无效，这是紧早办的代志。新冠本土疫情伫个高原期来来回回。14拜二新增加66119例本土病例，敢若有台中市病例数超过1万人，过来是高雄市9000多例，新北市7000多例，台北市降到4000多例。那中档症是新增加285例，死亡的有123例。值得注意的是，伫死亡个案内底，上少年的是40多岁有6个人，其中2个人无慢性病史，拢是伫居家照护解除隔离了后死亡。另外一个是5月底确诊，捌做过3档疫苗。验药解除隔离了后，隔顿间昏迷送病院，要是救无倒来。也有一个是确诊完成隔离了后，因为喘气真喘去予医生看，伫转院的过程当中过往。那这2位的死因都是透过司法或行政相验来研判哦。那事实上，到底跟新冠的关联性都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针对本土疫情的变化，指挥中心强调讲，目前看起来北部疫情有明显转好，中南部还阁伫高原高峰。预估疫情会豆豆切落，也若东部嘛有转好的趋势。不过，咱国台北入境的病例，头一届验出传染力较悬，而且有免疫脱毒特性的 Omicron BA.4 甲 BA.5。外界烦恼讲，新的变种病毒株敢会进入国内社区？指挥中心讲，这早晚会发生。不过，预估是伫几个月了后，才有可能造成后一波疫情。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落实好。这些我们规定的筛检跟自主管理、自主防疫的措施。另外嘛，提醒民众，确护的抗病毒药啊，甲清冠1号千万都唔通做伙食，避免这2种药啊伫体内产生作用，影响治疗的效果甲健康。记者综合报道。
即阵国际上已经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 BA.4 甲 BA.5，嘛开始咧传。咱敢爱伫秋天进前赶紧做第4档预防针，增加保护力。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目前政府也无规划，若第4档也是干那互医护人员甲老大人先做。根据指挥中心最新的统计，国内已经有46000多人做过第4档新冠疫苗。目前国内敢若开放医术人员甲65岁以上的集会人做第4档疫苗。不过因应外国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部分国家疫情阁反复，医师讲变种病毒阁较会造成突破性的感染。就算目前的疫苗针对变种病毒的保护力有降低，不过做第4档要适当减少重症的风险。如果说 BA.4、BA.5还是造成台湾社区很大的流行的话，会变成说我们可能旧的疫苗先拿来当成那个第4剂来用。BA.4、BA.5主要的优势在于它比较不怕原来的抗体，所以你如果打疫苗或自然感染的人呢，你碰到 BA.4、BA.5，你容易再次的突破性感染。专家讲，若是年底进前会当做次世代疫苗，当然对目前流行的变种病毒株会有更较好的保护力。若无嘛是干那会当先做现处时现有的疫苗。针对这点，指挥中心表示，已经有疫苗的公司咧发展新的次世代疫苗，嘛会持续来关注，而且列入去采购的计划内底。不过，针对专家建议秋冬进前开放全民做第4档，目前指挥中心是也无相关的规划。那目前我们 ACIP 的委员会还是维持现在开放的一个标准。其实蛮多人才刚接种第3剂。那国外甚至已经出现一些针对 Omicron 的疫苗，那我觉得，疫苗部分可以再等等。专家认为讲，目前国际上对 Omicron 上新的变种病毒株，还佫伫咧流行病学讨论的阶段，传染力还佫有致病的程度，还佫会观察。不过，即马边境渐渐开放，未来一定会佫有第2波、第3波的疫情。做疫苗是重要的防疫手段，不过要是要回归挂喙安，保持社交距离等等基本的防疫措施，来降低病毒外传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赶紧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方面接近咱台湾，各地都有机会会落雨，西半部甲中部以北雨嘛较粗。咱做伙来看分图。今仔日到明仔天气拢无啥稳定，西半部规工拢有局部阵雨，也是雷公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南部的山区雨嘛较粗，雨水较高，嘛够有单雷公强阵风。若东半部是过道了后，爱细致雷公雨。这2天各地高温嘛有小可下降，高温大约是28度至34度。拜5开始，后面就会离开咱台湾。今年黄霜雨季嘛会结束，会进入热人的天气形态，各地开始进入好天烧热的天气。镜头来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因为落大水雨引起水崩山，已经暂时关起来呀。这嘛是园区34档来头摆关园。这栋厝底座因为荷花冲空气已经挡袂牢，落回水内被冲走。因为水势真强，流速度真紧。迄一天，黄石国家公园也有一桥被冲走，道路也被冲下去，还有土石流。5个出入口拢关起来，这也是34年来第一摆全面关起来。蒙塔纳州卡彭郡也发布疏散令。That bank is being eroded away, and we don't know how far underneath it's being eroded away, and so it could really go in at any minute. 官员表示，这场大水是因为最近发生大水后，北平受创伤严重。黄石公园园长小丽表示，发宽线可能会关真长一段时间。目前首要任务是疏散北平人员，已经有真济道路甲桥损害去。蒙大拿州加德纳社区就伫个黄石公园北平，也因为路断去，数百名游客受困，也有部分地区停电。直升机甲专家出动救援。She's got about 4 feet in her basement, and there's about 2 feet covering the entire street in front of her house, just rolling as fast as the river. 目前水位咧下降，官员也评估损失。蒙塔纳州州长宣布，全州范围内有灾难发生。科学家表示，若无更加广泛的研究，民众大于气候事件，光是气候变迁。不过，气候变迁开始造成更加侪极端气候事件发生，比如风暴、旱灾、大水甲野火。蒙塔纳州有大水，西部有部分地区是真热，大树甲大火状况之下发生野火。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
再来甲乡亲做伙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去年9月2日，屏东有一个超商的女店员提醒消费者爱甲嘴暗挂好，想袂到煞互即个民众乌目睭险险啊扯眉。即个嫌犯马上送去精神病院治疗。即个案件昨昏宣判，屏东地方法院是判即个凶手5档的有期徒。来看联合报。国防部伫昨昏是发布国防大学的校长张德平调去做总统府上将战略顾问，伊的会改由海军司令刘志斌上将接任。新的海军司令由参谋本部副总长执行官梅家秋上将来接任。若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刘丰英上中将。一调做参谋本部副总长的执行官，卖先做空军的入级上将。这个人事案6月16生效。来看《中国时报》，金管会是公布今年以来到6月13，防疫保单理赔金额已经达到83亿5千万，这是保险收入的2倍半。金管会已经证实讲，三险公会有登报讲要动用特别准备金，等核准了后就会当用。来关心，民党政府官员有真侪人话着，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指挥官陈时中确诊了后，即马疫情指挥中心内底昨昏阁讲，社区防疫组的组长谢瑞元、医疗应变组的副组长王必胜，也个发言人曾金祥拢确诊，目前拢在居家照护。另外，农委会主委屈泰山、桃园市长郑文灿嘛拢去话着，伫隔离期间，因拢会用视讯的方式继续办公做工课。指挥中心14疫情记者会照常伫下晡2点举行，也毋过无看发言人曾仁祥。原来伫指挥官陈时中感染确诊了后，包括曾仁祥在内，也有社区防疫组组长谢瑞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王必胜，拢快筛阳性确诊。三人即马开始进行居家照护。就算有症状，都是很轻微啦，他说一切都还算是不错哈。内阁阁员除了陈时中、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确诊以外，农委会主委屈泰山13嘛确诊。居家照护期间用线顶的方式继续工作，其他3个副主委目前健康无问题。那到市长原来有人确诊，包括台北市长郭文哲进前确诊，治疗后该隔离。桃园市长郑文灿13登出了后出现一寡镜头，快筛阳性，14经过医师诊断确诊，虽进行居家隔离，不过这段期间伊也是会用视讯主持防疫专案会议。郑文灿是我们桃园的聚餐王，他的足迹踏遍我们桃园13区。平常他与人互动的方式就是聚餐，不管是企业老板，或者是邻里长，还是一些民间友人，或者是社团负责人。那这一次在得知说他确诊以后，很多人都人心惶惶，大家都在赶快在进行快筛。桃园市议员詹江春表示，今日疫情因为安尼拖开，郑文灿就是紧急取消所有的公务行程，为少支持者加政治人物，拢伫伊的面册留话，祝福伊早一日康复。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疫情严重嘛，互保险公司理赔金额提悬真济，这嘛影响旅游平安保险。一寡业者即嘛拢已经宣布讲，无要搁卖海外突发疾病保单。各国小连续开始放入防疫措施，有的所在甚至无搁强制挂喙暗。加上国内为15饭店开始，入境检疫缩短到3+4，互袂少民众拢想要赶紧出国旅行。不过因为前一阵仔本土疫情大爆发，防疫保单理赔问题开始出现。袂少产险公司的压力是真大，而且现阶段外国疫情甲风险是真恶预测，互旅行平安保险出现重大变化，包括国泰产险、新安东家海上、台湾人寿等等几啊间产险，甲寿险业者拢宣布取消海外旅游平安险、突发疾病医疗保险。毕竟国外的疫情风险也是蛮高的，所以如果特别把这个移掉的话，就是还是会有点顾虑。短短几啊天内，产险业者拢相连续取消海外旅病险、突发疾病医疗保险。保险经纪人讲，这代表未来民众出国，若是伫外国确诊，或者是有心脏、胃肠等等突发疾病去互医生看，都无法度来理赔。产险业同仁去搜寻，好像目前确实好像没有特别看到哪一家产险公司还有在做一些就是这个商品。现在寿险有4家嘛，然后10张，然后如果是附加的部分的话，有4加8张都寿险。金管会表示，目前也是有部分寿险业者有伫卖甲突发疾病医疗包括在内海外旅病险，
另外，民众若是伫外国，因为拄发一病去医生看，而且资本就有保实支实付的医疗险，一定要保留伫当地看医生医疗的证明。等来台湾了后，也是会当申请理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亿4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33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66189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计共已经超过300万例。日本是超过900万例，韩国超过18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7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是超过2900万例。镜头来中国北京，来关心中国北京，即马是爆出酒吧的群聚感染，目前已经发现超过200个病例。北京市政府嘛坦白讲，这波疫情比之前的更加歹剃头，已经要求民众进行大规模体检，尤其针对一寡夜店，嘛会严格检查。体检站前人又搁排真长，早放令较无1礼拜，北京又搁发生新疫情，立刻缩按防疫限制。伫北京市中心、外商、外馆、商业、文教场所真侪朝阳区，初9搁发生酒廊规定烧毁，短短几天累积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00人。北京市政府坦白讲，新疫情拖真紧，管控难度已经超过2年前新发的批发市场。对酒吧等地下场所开展大排查。举一反三，抓好整改；对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地下密闭、通风不良的场所暂停开放。这件酒廊规定烧毁已经扩散到北京14区，搁拖到另外一件 KTV 感染。官方已经关掉朝阳区夜生活场所，搁将发生疫情的天堂超市酒廊立案调查。部分主题区甲购物中心拢封锁，学校13开始也停课。同时要求朝阳区350万居民，礼拜一开始连续3天进行大规模体检。很多小区都是因为去过那个酒吧，然后不都已经就是需要观察了嘛，然后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担心的。北京市政府10时通报各新增加74例，已经连续几天拢是中国新增加病例上侪所在。当地为4月底传出新疫情了后，累计超过2000例。已经封锁2个外月，才拄啊解封小可休喘的上海，阁因为有一寡疫情，顶礼拜六有一半以上的居民阁在进行体检，部分主题区也是互人限制行动。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目前5岁以下囡仔无预防下通住，美国的 FDA 最近在审查Moderna 甲辉瑞要互5岁以下囡仔注意预防下，嘛咧看讲这预防下敢有安全，敢有效果。伫即礼拜就会做出决定，总共有顺利通过，上紧伫后礼拜6月21，美国5岁以下细汉囡仔就通注预防下。目前5岁以下囡仔是美国唯一无疫苗会当做的群体。随着咱的哪侪美国民众脱喙暗，真侪家长几个月来一直向政府施压，希望会当保护幼儿。根据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的分析，虽然只有大约3%的新冠疫情病例属于6个月到4岁的年龄层，不过这个年纪的断愈率、甲死亡率拢高过年纪较大的囡仔。专家指出，保护这1800万的群体真重要。They should provide some protection against infections and also provide real protection against hospitalization and severe disease. So that's the real benefit, that even though severe outcomes are not common in children, when they occur, they're devastating. 就伫顶礼拜初十 ，FDA 发布审查报告，指出自2剂莫德纳对6个月到5岁囡仔来讲，安全佮有效，有效性上悬达到51%。数落来13 ，FDA 也指出，辉瑞甲 BNT 针对6个月到4岁的年龄层推出的3剂型新冠疫苗，同款安全、有效性达到80%。In our most vulnerable individuals, children,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be sure that we have a reasonable evidence base before we go forward. 12月14到15 ，FDA 将会召开外部顾问会议，投票决定监视授权两剂疫苗。后续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若签字核准，上紧会当为2月开始，予幼儿注疫苗。
另外，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伫奥密克戎病毒出现进前，若讲感染新冠病毒，会当维持大约3个月未二次感染，也毋过因为奥密克戎传染性较强，再次感染的防护率只有50%左右。但被科学家发现有人伫感染奥密克戎 BA.1 病毒20天了后，就再次感染奥密克戎 BA.2 亚型株。也毋过也有好消息，因为身体免疫系统会渐渐建立丰富，代表一旦二次感染，有注疫苗也是加强这人免疫系统会试着用各种武器对付病毒，使症状较轻。也安尼，专家建议，就算得过新冠，也应该做疫苗，也是加强这以提悬抗体。公司新闻王雅芳编译。来关心，有一个英国记者去巴西武林采访，却行踪不明，已经第9天啊。替救人的军警单位好认找到遗体，不提过巴西总统波索纳罗是对外表示，有伫河内底发现人体北内，看起来状况无啥乐观。巴西军警甲搜救人员侵入巴西 Amazon 武林内底，要找找失踪的英国记者菲利普斯，甲原住民工作者白瑞拉的下落。12传出有找到这2个人的牌仔、笔记型电脑、甲衫裤。不过警方是否认有关找到这2个人遗体的报道，历史案件互人看甲无煞煞。也让总统波索纳罗伫拜一讲，这2个人的情形可能是无啥乐观。Agora os indícios levam a crer que fizeram.Alguma maldade com eles, porque já foi encontrado boiando no rio vísceras humanas que já estão aqui em Brasília para fazer o DNA. 57岁英国记者菲利普斯是《卫报》甲《华盛顿邮报》的自由写稿人，陪伫伊边的白瑞拉是伫巴西国家原住民基金会咧食头路。2个人失踪进前做伙要去巴西、秘鲁、甲哥伦比亚各界亚地国，要调查 Amazon 环境的议题，却伫初5宣告失去联络。也若因拜访的保护区有带6000外的原住民，部分的民众拜一发起示威，指控当地非法偷拍啦、掠鱼仔、偷错茶、挖矿、甲走私毒品的问题是真严重。不过政府并无尽到保护的责任，怀疑这2个人真有可能去互非法的入侵者抬死。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菲利普斯去年捌伫记者会。用了质疑波索纳罗涉入巴西环保执法，也若被瑞拉组织原住民巡逻队守护保护区，像在甲遮的非法偷拍啦、甲掠鱼仔的人爆发冲突，警方当地调查这2个人失踪的案件，敢是甲非法人士有关系？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伫香港真出名海面上的餐厅珍宝海鲜坊，伫当地已经做40多年，这是真侪香港人共同的记忆。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停业2冬外，昨昏正式拖入去香港，好真侪香港人拢感觉真唔敢专工走去翕相。伫10外者拖船的护送之下，香港有名水上餐厅珍宝海鲜坊慢慢离开港口。捌香港这些餐厅，这2年因为疫情煞来结束。90年代最風光㗎啦！嗰陣時夜晚啊，哇幾多人嚟啊！尤其啲日本遊客啊。你知以前日本經濟好嗰陣時，賣親嚟香港啊，成車一車幾十人。呢度啲車啊擺到滿晒。餐厅內部由中國宮廷設計風格，由周星馳1996年所主演的電影《食神》都是正處境。天棚的佛像氣派亮起，攏是遊客打卡熱點，也是真正有名人知名嘅參觀嘅所在。I think from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businessmen in Hong Kong, they enjoy to have their business dinner in the floating restaurants in Shau Kei Wan, managed by the fishermen. 珍寶海鮮坊全正伫1971年起的，1976年正式開業。因為牌照今年6月到期，無公司表示短期內無可能復業。加上香港目前無互珍寶海鮮坊停課的所在，所以將餐廳拖離香港也減輕成本負擔。附近嘅居民攏感覺真唔甘。如果佢今時今日即係離開咗，咁呢個失落一定係有㗎啦，亦都唔係話淨係我呢個區嘅失落。我又覺得香港一個損失。大船離開也宣告香港人共同回憶救少一個。香港媒體形容這是時代巨輪之下結果。某公司表示，未對外透露珍寶海鮮坊再去巡航地點，會等待新的經營者出現。記者綜合報道。
今仔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俄罗斯拍乌克兰战事也未停，也毋过乌克兰讲西方的国家讲要提供军事援助，目前因敢若收到一声尔，希望各国照片照行，赶紧交武器。来关心高水疫情已经拖到39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伫后礼拜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敢要甲投资来做国际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来关心台湾的苹果新闻网，进前已经宣布讲有找到新的头家，要完成买卖、完成交接。也毋过香港的一团媒昨昏是公告讲，保授权任何人来处理台湾的业务。另外来关心影音平台爱奇艺否认定有中国的资金，嘛方禁止伫台湾运作。也毋过检调，即马是查出讲，资本在代理爱奇艺业者负责人有另外成立新的公司，继续在做爱奇艺业务。检方已经依法移送法办，嘛起诉范立达等3个人，即马爱法院没收不法所得4000多万。2029年，经济部公告禁止代理经销商中资 OTT 服务，互人叫做爱奇艺条款。不过，原本代理爱奇艺的 OTT 5个公司停止代理了后，另外成立苏翠棉公司，继续替爱奇艺伫台湾的业务。私人地检署2021年发动搜查，认定 OTT 公司负责人范立达、国际副总裁杨明、苏翠棉登记负责人赵显金，触犯两法人民关系条例，将3人起诉。一些邮件往来等会议记录等等资料认定这 OTT 公司及思翠敏公司实际上是受北京爱奇艺公司它的指示，爱奇艺公司是把它视为它的台湾站。检调指出，范立达等人协助爱奇艺伫台湾进行业务活动，违反两项条例第40条之一第一项规定，大陆地区的盈利事业无经过主管机关许可，伫台湾地区设立分公司还是办事处，袂使伫台湾从事业务活动。更将法院没收3人不法所得，当中4000多万。在台湾继续为北京爱奇艺公司进行业务活动，那期间呢，3人各自领得1000多万元的报酬。那据以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依法宣告没收被告3人的犯罪所得。根据了解，3人原本希望用认罪换冤起诉，不过检察官考量最近国人正重视中资渗透事件，主张薪资应该当作犯罪所得，不过3人唔接受，唔再起诉。到1个为止，范立达甲苏翠棉公司拢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出现第2例 Miss C 的个案，是一个2岁的查甫囡仔，伫顶个月底雄雄发烧烧到40度，病院认定是 Miss C 的案例。医生是提醒讲，囡仔若是去胃着了后好啊，伫2礼拜内至6礼拜内，佮发烧3天以上，而且会吐、皮肤会起粒啊，也是出现幻觉，拢爱特别注意。疫苗接种地方注射了的期红过症、目睭结膜炎，这个2岁查甫囡仔是高雄第2例 Miss C 个案。新冠肺炎治疗好2礼拜后，雄雄发烧挖近40度，互人送去永宗病院。团队发现查甫囡仔的肉内底有脓，目睭搁红，可能是 Miss C。互伊食免疫球2杯了后，12点钟退烧，互伊观察3天出院，不过回厝1天又搁发作。像我们这案例是皮肤有些那种症状，其实另外就是说，如果有些肠胃或是神经期，比如说意识昏迷。团队是讲，这个查甫囡仔是属有免疫球2杯治疗抗药型，第2届互伊高剂量免疫球2杯，搭配抗发炎的药物类固醇，目前状况稳定。医师提醒，囡仔感染治疗后2至6礼拜，发现3天烧袂退。目睭刻刻有影，身躯有出皮，骹手烫皮，这镜头都要注意。高雄好像都是就是确诊人数好像都是还蛮在前几位的。其实小孩子的罹患率好像也比较高一点，所以很担心。因为他之前也有确诊了，他1个多月就确诊了，所以也是会担心啊。所以我们出门都会很紧张。面对这个疫情，家长带咧等，不过中南部疫情也搁伫高原期。14天全台湾确诊病例，台中10000多例排第1，高雄9000多例排第2，台南原来有6200多例，全国排第4。未满12岁的有1269例，占了12.43%。台中0至12岁确诊者占比超过1成，高雄也发现0至4岁流行率14.72%，是全市各种年龄流行率排第2悬。
逐步的，我想在盛行率的部分，在陈主之前跟大家报告的，希望说我们大概在15% 的时候，大概就是会疫情就会比较趋缓。中南部疫情也未降温，台南市也呼吁中央所来的防疫物资配发以中南部优先，让中南部度过这届疫情高峰。记者综合报道。那顶日台中甲高雄拢出现有问题快筛试剂，检调去调查落去才发现讲进口商大新公司有问题，伊是要中国货来惊也是美国货。即马这间公司的执行长已经互收押。那这有问题快筛试剂，伫高雄是已经分10万支出去啊，台中有分19000多支，目前拢开始咧回收。因嘛讲，当地地方政府嘛向厂商要求赔偿。一摆摕到2盒问题快筛试剂，民众赶紧到关怀保调来索来换，几乎将修理民众换到月底。OK 啊，只要号没问题就好了。高雄、台中所卖的富乐快筛试剂异常，检调13载起，所查进口商大兴公司的仓库负责人徛家顶5个所在，查到45万支试剂，也约谈公司负责人姓朱查甫人公司执行长姓吴查甫人等5人，姓后负责人100万交保执行长因有串经嫌疑，新竹地检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定收押禁见。黄姓男子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刑法诈欺及妨害农工商等罪嫌重大，且有串证反复实施诈欺罪之余，已向台湾新竹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检方查出，大兴公司标着国防部台中市府、高雄市府、新竹县竹北市公所等10几件政府采购标案。不过，中央核准的是美国籍富乐快筛试剂，大兴所进口中国籍富乐快筛，空运来台了后搭上美国籍标签，总计进口大约237万支，已经有192万支流入市面。另外，中国富乐敢是仿美国原厂，点调也还佫进一步调查。其他批号在我们初步的测试效能上面是正常的。好，这些试剂回收之后，我们也会向厂商这边依法进行求偿。发不到2万剂，所以我们内部的评估追回并难度不太高，所以现在已经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回收换发的作业。这批问题试剂，高雄估计已经发出10万支，到10时为止回收4万支，也开放民众退换回到月底。台中市采购33万支，已经发出19000多支。台中、高雄拢强调会全面回收，也向厂商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伫去年是宣布讲，要试办半年，互塑化界会当开放重型奥多摆通行。公路总局即马是认为讲，这段期间骑车甲安全评估拢无问题，所以建议直接开放。交通部长王国材即马嘛同意，而且佫讲后一阶段有可能要互白牌的奥多摆嘛会当走塑化界。车牌是红色、温色的大型重型机车，试办开放骑去伫塑化界。即马试办半年了后，持续检讨甲调整，因为行车的特殊甲安全评估无问题，公路总局建议会当直接开放。交通部长王国材14嘛同意，嘛讲支持互车牌白色，也就是一般重型的机车通行，会列入去后一个阶段的评估。重机以外的机车，这个部分我也请他们这个做一个下一阶段的研拟。如果可行的话，那我倾向也让他们走出安排。这条路是弯弯弯弯，白色车牌的机车，目前若要往回花莲，敢若当走旧的苏花公路，都惊拄到落大雨，甲土石崩落点点的情形，要对车过是真危险。未少在地人嘛认为讲，苏花界应该开放一般的重型机车嘛通好骑。我觉得这样对我们当地的百姓带来的便利性跟安全性相对都会提高。有白牌机车走的时候，最好连那个脚踏车都可以通行。给我们蛮便利的啦，就是不是说只限制于可能替代道路。塑化界通车了后，为细台车豆豆开放到大客车、甲大货车。去年9月，进一步试办251cc 以上大型的重型机车，会当骑去伫塑化界。即马50cc 以上到250cc 以下的普通重型机车，也就是白色车牌奥多摆，嘛有可能会当骑塑化界。警方嘛讲，若是新的政策实施，民众就要遵守规定，因为试办开放大型的重型机车通行了后，最近这3个月违规的数量都发生56件。一般来讲，大概是以超速为主。目前的话是未有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未来开放的部分的话，还是以
路权单位为主。那如果有相关的违规的话，都是以道交条例来处理。白色车牌、乌多摆骑速化解，敢有机会咧？公路总局回应讲，爱考虑的包括汽车甲机车速度无共款，伫咧磅空类似密闭的空间，骑乌多摆的人敢会受到烟筒讲排出来气体污染的影响，还佫有部分的路段敢若有固定的车道，敢会有去机车烧前车路的疑虑，这个安全问题，拢爱列入去接续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关心西门町57年老店宣布伫6月底就要无限期停业，这是啥？真侪老主过去交关。若受疫情的影响，伫台北东区上款4月份嘛有2成以上的店面囥咧营，差不多有200多间店面拢租袂出去。东区的上款发展协会理事长是黄望讲，今年的行销方案，看敢有法度整合挂送平台，也有电子支付的平台，全连店头要进行上款。打出无限期停业的公告，伫西门町上款57年的老店，受到疫情的冲击，决定为6月30开始暂停营业。马上真侪民众伫因关门进前，搁等来食一个这个好滋味。可惜啊，好味道啊，整个商圈都没什么人了，对啊，店都倒很多家。客人就差5成有，像伴手礼店、按摩店，他们那种就差比我们更惨，大概剩下2成、1成，60%到70%几乎都是观光客在走，本地人真的是不多啦。过道西门的商款是无啥人订，袂少店头打出要拍互人的广告。新冠疫情冲击各行各业，各大商款嘛是同款。台北市机关提出统计的数据，为台北市商款捷运站出入的人数来看，今年1月至5月，人订比去年同期减至少3成。各商款捷运站包括东区、西门、士林、甲信义商款，人订嘛拢减3成以上。以东区的商款来讲，4月份放空下无咧营运的店面是21.5%，有甲213间。去年政府有推出包含5倍券啊，还有熊好券啊，然后包括台北政府有协助我们办一些串联性的商圈活动，那这串联性不够，所以对于商家来讲好像有点昙花一现。要抢救商款的人流，台北市长高文德表示，已经有准备进行方案，按算1个月后会实施。东区商款发展协会理事长话讲，希望今年行销的方案会当整合包括外送平台、电子支付平台，整体串联起来来进行规个商款。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北门的羊棚粿真出名，一年会当收2届，而且在地农民嘛一直在开发无共款口感的羊棚粿。顶一日阁有举办行销的活动，希望游客后摆看到羊棚粿，就当想到台南的北门。台湾是水果王国，无论是本土种的，也是进口品种的水果，拢真甲真好食。台南北门就是羊棚粿大产地。北门区公所顶一日举办羊棚粿行销活动，互农民伫现场摆摊，直接甲消费者销价因的农产品。亲像这位连续摕到羊棚粿评鉴5连霸的农民郭明佩，即个专工准备新品种酸甜羊棚粿，要互游客食看卖。全国会当讲，敢若我有落去种尔，像公所今仔日办这个活动，会当互一寡外地的人知影讲，咱北门遮有这个洋香瓜，会当将咱北门这个地区的真如遮的洋香瓜带动出去。北门区区长张正龙表示，北门地区主要要推广的羊棚粿有2款品种，是卡米拉甲香华。卡米拉佫封号做芒仔粿名牌，香华是青白水分巴甜。4月份的这个产季的洋香瓜品质也非常的好，我们的卡蜜拉吃起来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脆非常的甜非常的香，还有就是我们的香华香华吃起来的口感就非常的绵密，非常的甜，非常的多汁。北门已经连续5档办羊棚粿节，虽然今年因为气候产量有减少，不过张正龙表示，羊棚粿品质也是真好。希望透过行销活动，会当互民众听到羊棚粿，就想到北门，带动北门的观光甲农产品。记者综合报道。电脑嘛会晓种菜，来看这是南华大学3档前有开一个正式部的远端智能课程。经过3档的时间，即摆互学生会当学会晓实验学习安怎运用科技解决农业问题。用手机控制湿味，电脑会自动针对土壤的湿度来压水。甲去阮南华大学3档前伫学校成立食物栽培甲远端智能课程，打造一间智能宽控食物工厂。学生伫遮学着安怎结合农业甲科技，推广食品安全甲智慧农业。跟科技的结合，
也是因为有跨领域的一个课程，所以像我们生技系的学生也可以学到像资工、资管下面他们的专业领域的一些内容。这个实务工厂的计划为3档外前开展到今，建造的方法嘛透过科技设备不断调整，甚至佮结合资讯工程、资讯管理科学的专业，打造工厂内底自动化的农业设备。只要透过机器上的摄影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植物以及土壤的状况，还有它的自己一些有的模组，它的模组有播种模组、浇水模组以及除草模组，还有监测土壤湿度模组。室内的宽广实务工厂主动一般室外的白塘海，计划团队指出，这嘛学生伫研究的时阵，会当有甲室外实务做比较的根本，嘛校科技农业会当有愈来愈侪参考资料。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人类学家吴大利教授顶个月过身，伊才甲72岁。伊在生进前，长期透过实地调查、翕影相记录咱台湾无共族群的观点，对原住民、新住民拢有正大的贡献。中研院特别举办对书会，总统蔡英文嘛有亲身到现场颁保养令。颁证保养令。为总统蔡英文手中接过保养令，现场气氛庄严肃穆。人类学家吴大利伫今年5月过身，享受72岁。伫追思会上，选用温暖的微笑相片，也有真侪作品，予亲友怀念。独自摸索并使用简单机器设备亲自拍摄，他改变了以前以文字记录的方式，而开启了以影像来捕捉、保存并记录原住民族歌舞记忆的这个研究途径。要担任中研院民族所长的吴大利，伫学界文坛甲影视长期用影像方式来记录台湾无共族群的观点，佮较捌翕真侪纪录片，得到国内外影展大奖，对台湾的文化保存推展，会当讲是功劳真大。他可能是中研院研究人员当中唯一得过金马奖、金穗奖及各种不同国际上纪录影片奖项的研究人员。除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之外，也帮助原住民朋友及整个社会更加了解原住民文化的珍贵。医生提倡入世的人类学，吴大利的著作甲影像记录，为台湾的原住民、新移民等各领域研究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料，贡献真侪。伫对书会，包括中研院、文化部等各界代表拢全程前来对书悼念，佮陪伴吴大利行完这最后一程。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6月14昨昏是世界关火人日。不过即阵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全台湾拢在欠火。台北关火中心就表示，2礼拜内的库存量即马敢若剩4天尔，而且 A 型的火上届欠剩无3天半，呼吁大家莫因为疫情就无去关火。哪一种水比较欠？我很欠。疫情加上黄酸雨影响关火意愿，各地火库又搁出现欠火情况。伫世界关火人日，即天各地关火中心拢号召大家来关火。这个不用担心了，不用怕了，可以来捐的。因为欠血的关系嘛，希望大家来捐血。有民众讲，家己接到关火通知就进来啊！台北关火中心就表示，顶礼拜火库库存量会使讲是历来上低，各种的火型拢剩2天尔。14即天火库的总存量剩4天 ，A 型的火剩3.4天，呼吁民众踊跃关火。另外，捌感染新冠肺炎的人，复关了后买当关。政府他在对民众的一些对这个防疫的措施上面都有相关规定。那我们捐血部分的话是更严格，稍微严格一点点哦。我们都是间隔14天以后，那你的身体状况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加入我们捐血的行列。台北关火中心就表示，欠火若是临床用火真无方便，医疗品质甲病人的安全嘛拢受到影响。以台大病院的例来讲，过去病人的血红素降到8以下就会当安排输血，即马欠火变做爱到7以下才会当做，真正需要大家来斗3天。记者陈嘉丽、徐凯台北采访报道。正济私立大学因为招募学生爱收起来，昨昏书校工会有开记者会，因是呼吁教育部应该互公立的学校甲私立的学校拢平啊减少招生，嘛爱提供私立学校加一寡补助。
受到少子化冲击，陆续传出私立大专2号停办的消息。司法工会14日立法院召开记者会，要求教育部赶紧想办法。捌做过公立大学校长的周顺雄表示，大部分民众拢有公立学校优先的想法。少子化了后，侪学生拢选择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是真恶生存。外国一些统计一个国家大概100万人可以支撑一所大学那台湾2300万人，照理说只要23所大学就够了但是我们现在有150所大学，要召开高教的一个蓝图的发展会议了那应该要进行第二波的一个教育改革。工会甲学者指出，公立大学学生家境普遍好过私立大学，学费煞较低。公立大学阁得到较侪来自政府的资源，公私立学校的差别会愈来愈大。因认为面对少子化冲击，教育部应该补贴私立学校的学费，而且公私立学校要同齐减少学生。111学年度日间部的这个大学的学士班的名额，一般的大学大概是4比6，那技专校院的话，公立只有20%，私立只有80%。那在这样的差距状况底下，公立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少了。教育部表示，若是同齐减少，会有公私立人数失去平衡的问题。但是工会嘛伫记者会批评，私立学校学生人数较侪，摕到资源却比公立学校较少，发展阁受到侪法律限制，认为政府根本无重视私立大学。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高雄奥多拜真济，高雄市奥多拜的成长速度是平全国的平均也搁较悬。高雄的民众去考奥多拜牌嘛，拢无啥介意先去教训班上课。因过为着要减少奥多拜车祸，公路总局即马按算，伫今年要扩大奥多拜教训班的补助，一个人会当补助1300块。高雄市有1200个名额。骑机车爱骑直线7秒，双脚袂使踏地，这是考驾照的头一关。即马考机车驾照会当来上教训班的课程。休热进前，袂少少年人已经来报名上课，嘛顺利摕到驾照。有教练更专业的教学，然后这边还有场地，也有车可以让你练习。因为像我家就是没有机车的，对，然后可以刚好走关卡会更顺。有地方练，然后有教练教，就比较安心，而且就是直接当场考试。公路总局推设机车教训班，希望降低机车事故。只要考机车驾照，参加教训班，一人有1300块的补助。即马高雄有将近206万台机车是6都上悬，平均1.35个人就有一台机车。上机车教训班的风气煞无北部悬。有6点钟的学科，甲10点钟的术科，就是一般的道路训练。伊规个违规会当降价32%，伊的互发生车祸的风险会当降价20%。监理所表示，目前高雄敢若2间机车教训班，今年要增加3间。机车课程5天，费用2800块到3700块。中央补助全国有2万个名额，其中高雄有1200个。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中国。中国河北唐山最近发生一件性骚扰的事件，有一个女性因为拒绝互青云人的查甫人对伊骹内手来小地膏，所以互一阵查甫人为咧整为咧拍。若边仔的女性出面要动，嘛互拍惨落。若边仔的查甫人是无半个人出手斗相共，颠倒闪甲监视器的画面一出来了后，是引起民众愤慨。当地政府嘛虽抓到高个嫌犯，这件事件嘛显示中国性别歧视严重，而且地方误导摇摆，连国际媒体 BBC、CNN 拢有报。唐山这间蛤蟆店当了摆5头早，袂少人家当咧食料理。这个时阵，穿青衫的查甫人突然行到一名白衫女子的边仔，伸手摸伊的脚趾片。女子顺势拨开拒绝，2个人起冤家。这个时阵，查甫人继续转身去，突然扇女子一个嘴皮，佮继续对伊起脚动手。女方的朋友看到过来阻止，煞互人方的朋友围起来拍，现场非常的激烈。闹出这阵歹徒扫落来，揪着记者绳索女子的头鬃，将伊拖出迄场外，故事暂搁拍。
另外一名想要化解纠纷的女性朋友，这个时阵互青衫查甫人杀一个跋一倒，一阵人后来还阁唔放过白衫女子对伊发动几啊摆的攻击，但女子互拍甲受伤倒伫涂骹，歹徒才离开。这段监视器画面伫网络公布了后，引起网友愤慨，要求警方赶紧依法严办嫌疑人，还好受害者公道。警方伫舆论压力之下，真紧将9名有黑帮背景的歹徒逮捕到案。这个事件也引起国际媒体关注。CNN 甲 BCC 的报道拢指出，这摆攻击再度引起中国妇女受暴力甲无平等对待的争论。不过部分中国官方媒体却想要将焦点为性别问题转到当地的帮派暴力上。有中国网友表示，同款的暴力情形也可能发生伫家己身上，希望这个问题受到重视。广西新闻张慧斌编译。世界真心实来看 AI 人工智慧，即马应用伫科技、医疗甚至军事，拢已经真普遍啦。那 AI 敢有自我意识咧？有一个Google 的 AI 工程师就对外表示，伊接受媒体访问的时，伊讲伊认为 AI 人工智慧是有资格的，差不多是7、8岁囡仔的程度。有当时啊心情好，嘛有当时啊会心情歹。结果，这个工程师随后公司要求爱休假，毋过伊家己认为讲，伊可能伫咧无头路。引起话题人机对话应用程式，叫做对话应用的语言模式，由 Google 的人工智慧部门开发。这应用程式除了列入语词资料库，也伫工程人员的设计之下，以拟人化的话来甲使用者人机对话。进前 Google A 部门负责这应用程式工程师之一布雷克勒莫，将家己甲程式的一段对话透过推特来发表。伫这段对话当中，叫做咱大的程式甲勒莫讲，伊自认是一个人类，因为因感受到家己的存在，而且甲人共款因使用自然的语言。同时，伊希望因加了解这世界。勒莫了后接受华盛顿邮报的访问，伊讲伊相信咱大自我智觉相当人7到8岁囡仔水准，而且甲人共款有情绪的感觉，一无甲艰苦。代志公开了后，咱大这应用程式甲 AI 应该比用运发展到什么款的程度，正做闹热讨论的话题。当事人的勒莫被公司要求休困，勒莫认为这就是公司要开除伊的准备。对勒莫表示 ，AI 已经进化到有人类的智慧甲感情，包含华盛顿邮报、财新杂志这媒体引用 AI 业界讲法指出，勒莫的讲法无事实根据，应用程式就算用接近人类方式来对答，有关是 AI 整理语词资料库的结果，毋是真正针对。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气候反常，西班牙伫拜一的时已经出现40多冬来上早出现的高温。西班牙中部甲南部才6月份尔，温度已经超过40度啊！若伫南亚的巴基斯坦是搁较烧热，是出现51度的高温，加上常常停电，民众是热甲挡袂掉。冲凉酸水烫目体，拜一的马德里真烧热，连狗仔拢挡袂掉酸水。受北非暖气团影响，西班牙热天还袂够，就提早迎接热浪。马德里13气温达到41度，中部甲南部部分地区也超过40度。这波高温是1981年，也就是41年前当地上早记录到的热浪。Hace demasiado calor y cada rato con agua y no sabemos cómo vamos a hacer. Estamos a la sombra de árboles y 热浪互民众化食袂消，气象学家警告，气象变迁互这波热浪收早到无正常，又毋过未来恐惊会有更较侪热浪出现，呼吁民众加啉水，做好防潮水准备。另外，伫南亚的巴基斯坦天气更较是热死人，新特性城市贾科巴巴德顶个月10日气温是降到51度，创下纪录。当地3月就开始变热，连春天拢无，就直接为寒天跳到热天。बस कुछ न वेठा रहंदा आहिनि अल्लाह मालिक थने वेठा रहंदा आहिनि पंहिंजो गर्मी में जेको थी सघे गर्मी में पखा हलंदा आहिनि ठीकु आहे जो न हलंदा आहिनि त बसि 热浪严重影响贾科巴巴德大约20万人口，也毋过当地自来水甲电力阁严重不足，即便只会当灌水桶出外滴水，也无法度计较水质。便衣职工指出，极端高温威胁上大是女性，因为伊为了家庭生活无法度避开烧热环境。Whether that's day, whether that's night, whether that's rainy season, whether that's summer season, they just have to cook. And even in the villages, they just have to go to the fields and they have to work and there's no roof before them.
you know. So women are affected a lot. 巴基斯坦热天烧热将继续8个月，不过当地官员表示，也在想办法解决欠电力的问题。镜头转到美国加州最近因为酷寒，洛杉矶国家公园在一暗再度导起野火，短短无到1天已经烧掉约1000英亩的灌木丛加草皮啊，搁往人口密集地区传烧。当局已下令疏散附近大约4500名居民。好家在目前无尽管伤亡。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天气报道再来关心咱台湾的天气。今仔日甲明仔受锋面的影响，各地拢有机会会落雨。西半部甲中部以北雨嘛较粗。若到拜五开始，锋面就会离开咱台湾，所以各地会开始进入好天烧热的天气。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是21度至2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